本案院裝延續整體空間的淺木與暖白基調，透過布藝、燈飾、掛畫、器物與綠意的細緻配搭，令空間在簡潔之中多一份生活態度。整體陳設不走繁複堆砌，而是以低彩度為主，配合少量暖啡與黑色點綴，令畫面更有層次。餐桌上的花藝與器皿不宜過多，以簡約留白為原則，讓桌面保持整潔，方便日常使用。而吊燈造型成為視覺焦點，與餐椅圓潤線條互相呼應，令用餐區更顯親和。展示櫃內的書籍、陶器、收藏擺件與植物，透過高低錯落的方式排列，再配合暖光燈帶，令收納同時具備陳列效果。睡房院裝以舒適與放鬆為核心，床品藉由不同布料厚薄與摺疊層次，營造安靜細膩的休息氣氛。床頭兩側的燈光、裝飾畫與小型擺設分量適中，使空間不會過滿，亦提升睡房的精緻感。浴室方面選用大面石紋磚與利落玻璃間隔，配合簡潔潔具與櫃鏡照明，營造清爽易打理的使用空間。整體設計以一致的材質語言貫穿全屋，讓不同區域各自有功能重點，同時保持連貫。